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0月11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马太安溪房山乌叶继续咧减少，目前中央确认流出来水量稳定，暂时袂有放弃风险。南投的城市烟火活动发生意外，有民众扛翕机落来去捡到一个囡仔，已经互警方查扣，相当罚15万。美国总统川普批评中国扩大关税稀土，宣布要甲中国加扣100%的关税，嘛讲可能袂甲习近平见面。新闻一开始来看，今年的城市烟火是头一届伫咧南投举办，40分钟超过3万粒的烟火是10年来上大的规模。除了南投以外，伫咧台北101嘛有放烟火来庆祝。今年佫加入无人机的表演，同款嘛是吸引真侪人欣赏。中华民国114年生日快乐！七彩烟火点光夜空，南投县政府头一届争取到双十烟火的主办权。初早暗时上场，时间有40分，超过3万发烟火，规模是10年来上大，嘛吸引将近28万人到场观赏。今年的双十烟火以七彩水墨烟火做主题，迎合日时的彩烟加暗时的照明弹，形成吉祥魂同款的图画，搭配地面彩墨喷火烟火上下相点，打造南投专属的浪漫奇景，加创意的视觉响应。甲往年用高响乐搭配烟火时风无共，今年头一届上 DJ 现场混音配乐，邀请2个台湾出名的 DJ 演出。南投县长柯淑华也阁客串 DJ 插入活动的气氛，上台点功夫唱歌跳舞，甲台下观众做伙对音乐节奏点样，全场规个拢热起来。正水的烟火同款照光台北信义区的天色。台北101今年第2届加入释放烟火，今年启用传统101烟火释放，头一届结合500台无人机规定点演。无人机摆出真侪代表台湾的意象，包括台湾的岛形甲台北101，尾也阁出现棒球的图样。球棍啊，还阁有讲球的动作，尤其是投入花莲功夫救灾的沙跳超人，搭配台湾加油的字样，为表演加添感情的气氛。七彩烟火甲无人机光影相照，为台湾的生日点光夜空，为南投到台北、北中2个所在为国家庆祝生日，代表全台湾伫世界动乱的时阵，也是当用光明甲希望迎接未来。记者采访报道。今年的城市烟火是真精彩，嘛有真侪人去南投看。不过，所有民众发生意外，有一个民众摕伊的空翕机，结果煞落落来去捡到一个查甫囡仔。也因为这台空翕机已经飞入去袂使飞的范围，所以嘛，互警方查扣，相当会当甲罚15万。民众欢喜到鸟路溪边欣赏国庆烟火，也毋过煞发生意外。这个查甫囡仔互空中落落来空翕机，讲着阿妈棍架正骹推倒，推倒也阁互破落皮仔划着伤。烟火看到一半，就有空翕机为天顶落落来，规个火也甲4块位民众拢惊一跳。听到一个声音，哇，就下来就被他打到了啊，这样而已啊。对啊，就打到小朋友的脚了。哎呀。是有啦，不知道那个是无人机啊。空拍机在那个小朋友的正上方，然后突然掉下来，然后掉下来之后，就是很多人用脚去把那个空拍机把它踩停，这样。好在查甫囡仔经过医疗站膏药啊加冰敷了后，并无大碍。警方接到通报到场，查扣这只空翕机。南投县府表示，进前就已经公告9月30至10月初10，伫放烟火的鸟路溪边时，无人空翕机禁飞范围。若无取得主管机关同意书，空翕机是袂当擅自进入。也不过初10暗时就有2只空翕机拢伫禁飞范围，全部拢爱罚。后续呢，我们依据我们警察局提供的相关无人机的操作资料，依据民航法及无人机管理规则相关规定来办理做裁罚。
应该是会裁处3到15万元。南投县府表示，现在拢伫禁闭范围的空袭机，拢互国安单位会同警方拍落来，将查某囡仔讲着上的空袭机，敢是也是互拍落来，也爱甲相关单位赔偿。南投县府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若受伤民众符合理赔条件，也会协助后手的处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通常大家听到救护车咧等水咧，拢会让互伊先过。毋过伫咧新庄所有一台救护车要过红灯的时，去互一台乌多摆弄着。即个骑乌多摆的人讲，伊是无听到声，即会无甲让。毋过警方也是认定伊无让救护车，毋若甲吊照，嘛依法甲罚3600块。救护车沿路有开警示声，红灯加紧通过路口，雄雄一台机车为正面冲出来，驾驶金芳hand道路，不过也是去压到。蛮长的车后的电刀很大声跑出去，已经撞到了。救护车身后弄一个猫气，机车完了受损，车祸现场伫新北市新庄区，一台民间救护车进前接到患者，状况危急，甲人送医，煞伫新树路甲民安路口告病进前出代志。双方酒测值为0。其事未必让救护车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2项举发。这个21岁骑机车的人讲无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不过警方认定伊无闪让，依法会当罚3600，个吊销执照。只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救护车，伫咧执勤途中去拄到冲动的事件，演过嘛不时发生。我相信只要有听到有什么的，他一定会避让。但问题就是出这些事情，你看到这些人下来，第一句话就是 OK， 第一句话就是我没看到，第二句话就是我没听到。面对这种事故，第一线救护人员点出，那闪让的观念也甲驾驶的训练拢爱搁加强。目前道路设计和紧急车辆通行嘛无够好，建议拢爱做检讨。记者采访报道。马太红溪的房山湖也继续咧减少，中央表示，因为最近较无落雨，这流出来水量嘛真稳定，所以目前是袂有放弃的风险。毋过咧，因为也是有土石甲烂土积伫咧遐，这刷落来都是爱监控水位的变化，防止佫造成崩塌的状况。大流量的水继续为房山湖溢流出来，猎犬队10月初到房山湖勘查。最后启动时间判16号向下面切80公尺，即马是切搁较侪啊。这个第2口已经下切100公尺有余了哦，然后周边是这个原本原前淹没区的树木哦，都发生了枯死的现象。马太红溪房山湖崩旱超过半个月，中央每日继续监控，11早起确认溢流量稳定中。淹涉湖的流量仍然维持50到100万吨的流量是正常的。农村水保署也透过都市期卫星影像比对，会当看到，今年3月底，房山湖还未形成河道真通，拄啊看到崩旱现象。到8月中，房山湖初期脱水，随时间面积扩大。到9月底崩旱了后，坝体渐渐冲洗，刷落来爱密切监控水量对堆积土砂影响。现况来讲，因为这几天都比较没有下雨的，看起来目前坝体或者是相关的周边的崩塌地还是呈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况。北卫空中监测也希望会当实际掌握湖底的资讯，并伫空勤总队甲特殊教官协助之下，上台研究团队搁一摆想要重新控水位计，希望会当精准监测房山湖的水位消长，初步看到湖深上深大约20公尺。那目前我们所探测到的结果发现，堰塞湖的水深分布大致介于20公尺，是最深的水深，所以实际的蓄水量可能比目前以前期地形推估的水量来低得多。上台防灾研究中心预估，目前湖区有大量的污迹，增设水位计，若出现激烈冲洗造成湖面水位变动，会当第一时间掌握，就是预警。日本这摆也提供会当导航的导流式水位观测图表，协助咱监测。预定10月16日运来台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原底是按算伫咧月底 APEC 会议进前，先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不过，因为中国初稿向讲要扩大关税稀土的出口，这川普就宣布为11月开始，要对中国的商品加扣100%的关税，嘛讲可能袂甲习近平见面。不过后来和媒体采访的时阵，伊煞搁改喙讲无取消会谈。这两个人到底敢会见面，大家嘛是等咧看。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有计11月7日伫韩国庆祝举行。美国总统川普有期这个月底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出席 APEC 会议，甲习近平进行会外会。不过，伊伫美东时间7日突然伫社群平台正式社群发文，表示中国伫7九宣布新的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要求外国企业为12月7日开始爱出伫特别许可，才会当出口，也佫禁止甲军事用途相关的产品出口。因为这是中国早伫私底下趁机会采取甲全球敌对贸易政策，以限制稀土出口来威胁全球经济。对此，伊也伫发文中宣布，会为11月7日开始对中国商品另外加扣100%关税。We were just surprised that China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they did that.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 instigated. This was just a response to something that they did, and they didn't really aim it at us. They aimed it at the whole world. 那增加关税，川普也表态，已经无理由佮甲习近平进行会谈。也毋过面对记者采访时，川普佮解讲无取消全席会谈。Just want to confirm, have you canceled your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And no, I haven't canceled, but I don't know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it. But I'm going to be there regardless, so I would assume we might have it. 除了一般商品关税为11月7日开始，美国也会对所有关键软体实施出口管制措施。佮强调，那中国有进一步的行动，美国可能会提前实施加扣关税时间。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马总统伫咧上述演说当中，讲要打造台湾之盾来强化防空相关的系统是已经咧设置。咱今年甲美国买对空飞弹嘛是其中一项计划。有专家就讲，这毋但会当提升咱全空域的安全，嘛会当考验咱是要安怎去整合国内甲国外资源、个武器，增加甲美国军事合作的机会。总统赖清德伫双十庆典时阵宣布，要加速打造台湾之盾。有学者认为是脱离传统防卫观念，包含全空域安全的全面提升，甲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有一定程度的相像。不过，淡江大学国际战略所副教授林英友观察，台湾之盾确成美国提出的金强计划。因为其实以色列的一个铁穹系统，它主要是要去拦截火箭弹，我们可以说它是比较低空的威胁。台湾之盾它会是一个整合高中低空域的一个系统，同样的，它也是会去借接国内外的武器，同时有机会去跟美国进行更多的一个军事合作。根据了解，包括台湾今年对美国购买3套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NASAMS 嘛是部署之一。到10号上紧今年交付，国防部刚回应蒋总统台湾之盾政策指导，持续购买新式的防空系统。不过，除了对美国的购买，安装整合现有的爱国者天宫强攻飞弹嘛是一项挑战。透过 AI。透过采购先进的指管系统，把这些火力单元做整合，这就是台湾之盾的概念哈。我们重要的盟友，不管是美国或其他重要的友盟哈，事实上都针对这个事情进行了非常多次高品质、密集的磋商。你盾强，人家矛也强嘛。你的飞弹数量或者你的反弹数量，你跟大陆怎么比呢？你差很远嘛。有盾很好，但是呢，盾也不表示就能保障台湾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两岸和平嘛，要有沟通嘛，要对谈。那也认为支持建备，暗过强调和平的投资袂使无。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是以中国这阵的军演挑战作例，质疑中国是出剑的人。台湾用盾守护民主、保卫家园，呛中国则是威胁印太和平的麻烦制造者。记者采访报道。过来看，前行政院长张俊雄伫咧9月27过身，食到87岁。早起是举办伊的告别式，总统赖清德、前总统蔡英文、陈水扁，阁有真侪民进党的人拢有到场致意。为着感念伊对台湾的自由民主、阁人权的贡献，嘛以民进党的党旗为伊砍棺木，好好甲送别。出席告别追思，总统赖清德表情震动，颁发部用联予前行政院长张俊雄家属。长期关心弱者，奉献爱心，嘛长期支持党外民主运动，所以在伊见证美丽岛事件了后，伫军阀大审中间，伊挺身而出。
张俊雄拜担任比例岛事件辩护律师，也做过2任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也捌担任民进党秘书长等要职。律师会中，前总统陈水扁、蔡英文、前副总统吕秀莲拢到场，民进党历任行政院长谢长廷、尤锡坤、苏贞昌等重要党内人士也来参别。任何一个职务表现都非常杰出。在任何一个职务内底，拢提出重要的政策，伫社会来推动。退休以后，选择一个最困难的工作，就是到全国各个监狱去跟更生人传道，这个不是常人做得到的。民进党感念张俊雄一生对台湾民主、自由、人权的贡献，除了总统颁发保养令，也由历任行政院长甲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担任副机关，伫关部坎党旗送别张俊雄，表达相关的敬意甲爱思。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地方放送头做伙来看宜兰东山乡的大进村，有工厂是专门咧处理死去的精生，咧不时拢会传出臭味，引起附近居民的反弹。有民代就建议讲，会当伫咧焚化炉附近，也就是人较少的所在，设一个专门处理的区域。因那县府是表示会搁评估。宜兰东山乡大进村一间处理废弃禽条的工厂，若开门作业，都真重的臭味出来。民众去录影所证，各甲环保局检举真侪届，啊，毋过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决。闻到臭味我去，啊，我看到因伫作业，啊，我打电话去迄个环保局安尼。啊，问题这么多年都是一样吗？一样，完全一样，完全一样，而且每天都臭。臭味问题伫大进村已经真侪年啊，居民真无奈。这间工厂除了大进村的分厂，主要是设伫两德工业区，一寡去工业区上班的民众嘛，甲民代反映，臭味的问题严重，尤其天气热起来都真歹闻。很多民众，包括在工业区那边上班的劳工啦，甚至一些厂家打电话来投诉说，他们一直闻到很臭、恶心的那种臭味，受不了。民代建议县政府应该评估，伫焚化炉附近人较少的所在设废弃禽条处理专区，也是环保专区，安尼除了会当维护居民的生活甲工作环境，也会当避免废弃禽条互人乌白台，还是乌白烧，造成环境污染，才有法度提升生物安全。找适当可以处理的一个地点啦，因为他那时候是有叫我们评估啦，那我们现在也有在评估当中。县政府承诺会评估焚化炉周边是毋是有位会当设专区，法规是毋是合法嘛爱确认。若是顺利设专区，也用大石制停处理废弃禽条，避免即马用单石处理产生臭味的问题。若是即马臭味的问题，环保局拢会监测处理。业者若是处理量能不足，我来协调外县市管道协助。记者采访报道。台湾一直拢有欠工的问题，这受影响的毋但是民间企业，即马是连台北市府嘛欠超过8000个亏。对此，市府表示，除了部分会改用请人来做以外，嘛会增加国家考试的名额，来扩大招募人力的来源。乌心管药水伫当下引起食安危机，台北市卫生局国庆假期继续伫当下专案稽查。最近几年，食安甲公共卫生问题多，双北拢出现欠稽查人员。根据新北卫生局统计，我3年当年稽查案件55000多件件处，人力登记成立，加上也爱跨区执行甲夜间出勤，造成第一线负担过重，利息率悬。这几年来，我们也已经尽量从人力上面去做增补，今年已经增补了9名人力，所以人力上面有到比往年充足的状况，所以离职的情况有明显的下降。同款面临欠工问题，也有北市议员指出，北市目前面临严重欠工，市府即马有68065人，欠达到8324人，恐惊冲击行政效率。对此，北市副市处处表示，因为受到国家考试报考人数降的影响，令到招募不简单。8000多人实际上是包含了这些公务人员，然后医疗人员、教育人员跟一般的职工。工程机关以缺额率来讲，目前是缺额到15%左右，那警消部分也有到11%左右。人事处也进一步表示，为着导致人力，已经采取控劳亏，该禁用聘雇人员，整体考试有高亏甲禁用专门职业参技术人员等方式，增加用人的来源来减少欠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镜头来到新德县，这竹北市是连续3天举行祈福文化节。这届活动阁有请到白沙屯拱天宫的妈祖来到竹北天后宫的妈祖做伙了境，祈求国泰民安。这嘛是白沙屯妈头一摆入来竹北，这样的活动是吸引真侪信众到阵来迎接。 起码跑一个点了，竹北山马会正式起行。拜六白沙屯妈祖头摆来到新德县竹北地区，甲在地天后宫妈祖做伙了境。透早沿路拢是信众，要来参加这100年罕得看到的盛会。特别高兴，因为我第一次直接面对面看到我们近代的妈祖。今天早上起了一大早来准备贡品啊，还有一些节盐品啊，包括矿泉水啦、卤蛋啦因为我们每年都跟那个妈祖国进香，对啊，然后我们已经跟10几年了。 就请的信众队行进香队伍过公里长，供天宫主委指出，昨是国庆日，也是国家的生日，唔望透过相马了境，祈求国运昌隆、国泰民安。祈求妈祖会保庇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国运昌隆，让咱嘛国家较来做生意了啦吼。啊，而且嘛祈求妈祖保庇咱竹北市合境平安，大家大赚钱。很开心可以恭迎白沙屯拱天宫的 妈祖以及我们在地的天后宫天上圣母妈祖联袂双妈会，为我们竹尾超越竹尾来进行45灾8节有庆的祈福。妈祖沿路除了停靠新德县政府、竹北市公所以外，嘛特别来到警察局带来祝福。 拜五开始连续3天举行竹北祈福文化节，然后竹北地区规个闹彩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在2020年奥运宣布甲厨房列作正式比赛项目了后，这项运动在台湾是愈来愈兴。为街头到专业比赛场地，拢会当看到真侪人为梦想来打拼。有人为国手专做教练，嘛有人从细汉就做国手，迷恋咧练习。 下暗7点半，大家台青春咱的帮做伙对镜头来看这段厨房少年的故事。来，多多来这里。来，你看我做一次，你就溜上来，点一下，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再转。2020年东京奥运头一届甲厨房正式踏入去比赛项目了后，台湾嘛出现厨房运动的风潮。滑板列入奥运了后，愈来愈多家长去重视。 感觉讲，其实囡仔学滑板嘛是一个袂歹。陈俊安从细汉伫苗栗通宵的家市接触到厨房，因为对厨房的热情，伊还阁正做国手，代表台湾参加比赛，摕到好成绩，嘛促成当地起做专业厨房的场地。即嘛一位选手正做是教练，带领更较侪囡仔追求厨房的梦想。做教学的心态，我感觉主要是甲规个滑板的 族群再更大化，差一点，抓好，拨好，脚2只脚要配合好，勾好。李碧武今年12岁，大家拢爱为宜兰来到台北练习。2年前，伊就已经代表台湾参加杭州亚运。一个小小的国手，用坚持甲热情，展现厨房无限的可能。滑板最难，就练习的时候会 很无聊，比起训练，我更喜欢比赛，因为可以交到更多朋友。我觉得还蛮欣慰的，就是讲，敢若艰苦，敢若忝，敢若热，还是摔受伤什么，伊拢唔捌讲过一句讲伊不爱练啊。那边电视有在播吗？喂，那个网络上转播是赛评的声音，现场没有声音。 我想看到的是，大家是为了一个荣耀而去争取，对热爱滑板的心，这样你每场赛事才会有人，那人多才会让大家看到说，哦，其实这个活动不是小众的，它是一个很多人在玩的一个运动。先滑一下平脚感。为家市到比赛场，这少年人用厨房写出属于因的故事。 因的热情当咧推动台湾厨房的文化向前行，让这个厨房再因追求梦想，走向更较远的未来。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各地头温度，带大家做伙来了解。
北部地区为28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30度到35度，东部地区为28度到32度。外岛地区为28度到32度。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